自从2024年6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你是对象学的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提摩太后书第3章10节到17节。你有学我所教示的，我的做人，生活的目标：信心、宽容、疼心、坚忍，以及所受的迫害甲苦难，这个恁拢知。就我伫安提阿、以哥念甲罗斯德所拄着的迫害，我安怎伫忍受？毋过主有救我脱离这个。所有爱要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敬虔生活的人，一定会拄着迫害。不过，歹人甲欺骗人的话哪来哪歹，因骗人，家己嘛互人骗。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、所深信的道理，因为你知这个是对甚物人学习的。你嘛知，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，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全部圣经是上帝神感动写的，对教导、对督责、对纠正、对训练人行正路，拢有利益。互服侍上帝人装备好势，通做逐款好事。你是对象学的。使徒行传记载，保罗传福音的时，常常受到迫害。今仔日，台湾的基督徒检采已经真少拄到类似的迫害。不过，咱犹原亲像保罗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1节到5节所讲的同款，拄活点世界的末期，因为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无敬虔的实质的人，四界拢有。现代的台湾人就亲像活点宗教菜市仔，进入内面任君选择。常常参加无共聚会的朋友会发现，台仔顶的无共讲员对圣经的诠释和教导差异真大，咱着军队上咧。今仔日的经文对咱有2种提醒：大先，咱要军队属基督的圣徒，伫团契中用因学习。谁是真正属基督，在伫咱军队学习的人咧？检察咱真好一个仔都有才调判别，毋过照着多方的观察，甲伫团契中接触，就通知影。检察有人掠做团契只是用基督教信仰做外衫的社团，其实毋是。团契是上帝赐予咱属灵的家。保罗甲提摩太的互动，就是团契生活的典范。伫团契中，提摩太领受保罗的教导和人生观，仿效伊的行为、信心、宽容、疼心、忍耐，搁分担伊所受的迫害甲痛苦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才讲，所有爱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敬虔生活的人，一定会拄到迫害。可见，团契组织的目的是帮助人立志效法、跟对耶稣基督。相反的，团契若袂当塑造基督徒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分享基督的喜乐和苦难，伊的本质就有待商榷。其次，咱爱顺趁圣神的引带来阅读圣经，互圣神成做咱读经的导师。
基督徒拢知影，阅读圣经真重要，因为圣经会当互人有智慧，指引人借着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这本圣经对教导、对督责、对纠正、对训练人行正路，拢有利益，互服侍上帝的人装备好势，通做逐项好事。虽然读圣经安尼重要，不过咱也会忽略读圣经的时，也需要圣神的引带。保罗指出，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，意思是圣经作者是伫圣神感动下面写出上帝对因的启示。既然安尼，除非圣神的帮赞，若无人会当真正明白圣经的真义。反过来讲，若读圣经毋是为着顺服圣神的心意，真容易就会曲解圣经的意思。今仔日有真侪用社会学、文学、心理学，甚至政治来解读圣经的无共角度。有一寡解说听起来真趣味，甚至符合时代精神。若徛伫学术研究，也是个人兴趣的角度，检采值得试看卖。毋过，基督徒读经的焦点是为着要塑造灵命。若安尼，咱需要搁再想，安尼的解经真正会当帮助人搁较认捌耶稣基督是无？会当帮助人做好准备，遵行上帝指示的善道是无？默想，伫日常生活中，我有掠圣经的教示做准则无？伫日常生活中，我有掠圣经的教示做准则无？咱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属基督的圣徒和圣神所历史的圣经来塑造我的生命。求你帮助我专心跟对你，我会当哪来哪亲像主，完全属于主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